299萬嚟到Sierra Sea買個301尺向西海景嘅一房，冇聽錯，真係300萬都唔使，最平嗰間啊，最貴都係400萬都唔使，我估計即係全部100蚊稅買到個向西望海景嘅一房新鴻基。呢個大型屋苑喎，9700伙超過，淨係個會所講緊一期啫，148萬尺，168項設施，300零萬買緊啲乜咧？3.325樓底，全部西門子嘅雪櫃、電器，哇 ！Bosch 嘅呢個 Bosch 嘅牌子，德國牌子嘅雪櫃喺後邊，收納空間齊晒，最重要係個廳同個房都係向西望海景，望翻高柏嗰邊。高柏樓下已經係有35萬尺6000商場啦，即係36萬尺嘅商場喺個高柏樓下，自己仲有交通總會去烏溪沙站、去大學站，喂齊晒巴士，好短嘅距離已經到啦，即係有鐵路嘅優勢。不過要搭一程車咯，咁跟住仲要廁所有窗啊！基本上呢度好多戶都係廁所有窗，光廁海景新鴻基短樓花，12月1號就入伙啊！你想邊度揾啊？400萬樓下100蚊稅嘅新鴻基樓一房，Sierra Sea，你又中唔中意啊？